你覺得咩係專業嘅咖啡師啊？唔似醫生、社工、律師、會計師等等嘅職業，佢哋需要有合法嘅牌照，同時佢哋亦有清晰嘅階級制度。對於咖啡師嚟講，所謂專業嘅界線就顯得相當模糊。但我覺得咖啡嘅專業可以係由3個部分組成。第一係技巧，係一個肌肉記憶，可以令你嘅沖煮更加穩定。第二係理論，佢係一個知識庫，可以令你有能力去處理唔同嘅咖啡豆、唔同嘅沖煮條件。第三係味覺，佢更加係你沖煮時候最重要嘅指南針。而我覺得專業本身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認真去做好一件事情。另外，最近我收到嚟自 Susuro Coffee Roaster 嘅 Ethiopia Lecture， 今日就參考咗紅極一時嘅 Double Brewing 沖法，即是用14 gram 嘅咖啡粉配以50 gram、50 gram、120 gram 嘅3段煮水，煮水嘅間隔分別係15秒同30秒，水溫係92度，而磨度係偏粗，大約係 C40 嘅26格左右，沖煮時間大約喺2分鐘完成，飲落覺得好甜好順滑，風味由高溫嘅櫻桃慢慢轉為低溫嘅橙 finish 都係以 black tea 為主，整體飲用都覺得果汁感係重嘅，但因為烘焙師俾嘅 tasting note 入面有 peach， 聽日我會再 tune 下個 recipe， 試下揾翻個 peach， 留言話俾我知，如果係你嘅話，你會點 tune 啦？